21晚的帝局。黑心鬼，我和 Anita 是同戲不同場的，而且我只有3晚的3組戲，但我卻來了21組，為的是一個帝局。我一直不沾手賭博，因為輸不起。今次可不同，賭的都是老友 Anita、吳君如、莫少聰等，而且每輸一隻只是5毛錢。誰埋位拍戲，我就佔了誰的位。最不諳賭術的我，運氣卻最好，每晚都派到4隻弟，報到通殺。21天下來，我的牌技進步了不少。Anita 不是賭，但是好入股，看誰輸得多的，他就入股，就算輸得少的，只要是輸，他都要入股。他就是少少都不讓人輸，寧願自己蝕底，也不讓人蝕底。局局都說，輸我的，贏你的。他總是愛照顧人，護着身邊的人，